也喜欢看书、剪纸、画画、写字，他能解出各种各样的花来，非常的好看。说到画画呀，这才是爷爷的真本领。爷爷还是我的启蒙美术老师呢，看爷爷画的花可太好看了。爷爷还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每天都会抽空写日记。当然，读书是每天必不可少的。